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Fion 陳心妍。今集係七日通勝嘅第二集，講嘅日期係西曆2026年3月8號至到3月14號。3月8號星期日，正月20滿日，干支係辛巳，沖生肖屬豬，董公吉日。彭祖伯忌係不合帳、不遠行，三煞方在東，學神在正西，吉星有天無星，宜許願，凶星有土符星，忌破土。忌針灸嘅部位係內畫，內畫就係你腳畫內側嗰個突出嘅骨頭啦。3月9號星期一，正月21平日，干支係壬午，沖生肖屬鼠。彭祖伯忌係不吸水，即係唔好近河或者海邊作業；不掀蓋，即係唔好為屋宇平頂。三煞方喺北，學神喺西北，吉星有天恩星，而施恩，即係宜嗰日多啲做布施同埋做善事啊。凶星有火星，忌收租。忌針灸嘅部位係腎、心、腹同埋小指。3月10號星期二，正月22平日，干支係癸未，沖生肖屬牛。董公吉日，即係用嚟做下喜慶事，最少都請下朋友食飯啦。彭祖伯忌係不辭論，不服藥。三煞方在西，學神在西北，吉星有十靈星，而採藥。凶星有血忌星，忌殺身。忌針灸嘅部位係足外同埋足畫。72後倉庚明開始，黃鸝即係黃鶯叫鳴啦。3月11號星期三，正月23執日，干支係甲申，沖生肖屬虎。董公吉日。彭祖伯忌係不開倉、不安床。三煞方在南，學神在西北，吉星有月德星，而收刑。凶星有小耗星，忌出財，即係話呢一日最好唔好還錢或者借錢俾人啦。忌針灸嘅部位係頭、肝同埋足。3月12號星期四，正月24破日，干支係月酉，沖生肖屬兔。彭祖伯忌係不種植，不會客。三煞方在東，學神在西北，吉星有明肺星，而安葬。凶星有血之星，忌針灸。忌針灸嘅部位係項、背同埋手陽明。3月13號星期五，正月25戊日，干支係丙戌，沖生肖屬龍。殺入中宮，忌打釘，即係嗰日唔好鑽窿同揼釘啊。彭祖伯忌係不收租，不吃犬。三煞方喺北，學神在西北，吉星有神在星，而祭祀。凶星有血虛星，忌開倉。忌針灸嘅部位係肩、背、喉同埋足陽明。3月14號星期六，正月26成日，干支係丁亥，沖生肖屬蛇。嗰日係董公財日，凌晨亦都可以開始觀音開庫啦。彭祖伯忌係不剃頭，不嫁娶。三煞方在西，學神在西北，吉星有天醫星，而求醫。凶星有刀針星，忌用新刀。忌針灸嘅部位係胸、肋同埋項。吉星會太陽，玉井星乃天上至尊之神。若此日得臨行吉兆，其所感召，工商界則財源泉湧，金融家則利澤普施。凡事預知，無不大利，最適宜從商或者自僱人士。玉井星會太陽於酉未申初，最佳嘅曬太陽時間就係中午嘅12點至到12點半。溫馨提示：曬太陽納吉氣，大家只需要曬頭殼頂同埋背脊就可以啦，亦都唔好超過30分鐘，時刻要補充水分。如果有不適，就要即刻停止啦。多謝你收聽，祝大家擁有愉快豐盛嘅一周。下個星期再為你7日通勝聲音導航。